暖暖戚心，陪你聽故事嘅時間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《重要的小事》，作者安艾柏，譯者劉萬穎。好啦，我哋一齊又嚟聽下今日呢個故事係講啲咩㗎喇。小事佢呢，好難過啊，因為佢隻貓咪佢發現唔見咗啊。佢撞到一隻牛，牛仔問佢：你做咩咁難過啊？佢就答：因為我隻貓咪唔見咗啊。牛仔就話啦：唉，我仲衰啦，我頂帽啦，鎖匙扣同碼全部都唔見晒。小事繼續向前行，佢喺路上面撞到烏鴉小姐，佢就話啦：唉，小事，你呢啲算得係啲咩？我個鼻梁打斷咗，我隻鞋呢，仲卡住咗隻小石頭添啊！悲傷嘅小事再向前行，再遠啲。哦，原來係咁啊！你為貓咪喊，而我呢？你知唔知道啊？我嘅國家冇咗啦，因為佢一早已經俾人吞噬咗啦。小事聽完人哋咁講之後，佢為佢感到好難過，亦都覺得自己好渺小啊。再向前行，佢又撞到一個人，佢話：我已經好耐冇食過嘢啦，我個肚呢，餓得好扁啊，我嘅腳後跟都覺得好餓。當佢繼續行嘅時候，商人就建議佢啦：不如你養過一隻新嘅貓咪啊，我呢度有10隻俾你揀。船長呢，着住大衣，有住派唔上用場嘅武器同沉重嘅責任，佢就話啦：係，但我仲有更加重要嘅嘢要處理。老太太聽到嘅就彎起腰問：小不點做咩啊？小事答咗佢：我有一隻貓。佢未講完，老太太點點頭就瞓着咗啦。於是小事繼續向前行，佢撞到風向標，係啦，仲有更加重要嘅事，呢度有剝削、船難、饑荒，嗰度有車禍、疾病、創傷，仲有龍捲風啦、過敏源啦、糧食危機、高壓電塔、污染、瘟疫、死亡。小事聽完之後，佢自然就話：係咯，你又講得冇錯嘅。不過佢仲係因為貓咪唔見咗而感到傷心。唉，佢行下嘅時候，有個紐特人望住佢。小事呢，佢縮起咗個頸，因為天氣好凍啊。小狗嚟啦！小狗問：你做咩咁難過啊？小事話：我其實都冇咩啫，唉，真係冇咩嘅啫。小狗堅持咁追問：真係冇咩咩？真係冇咩咩？哦，係啊，我呢，真係好唔開心啊，因為我隻貓咪唔見咗啊。佢好野蠻，亦都好兇猛，但係只要一嗌佢，佢就會過嚟噶啦。小狗話：我明啊，但係仲有更加重要嘅事喎。
小狗就答佢：可能係啦，但我想你再同我講多次貓咪嘅事。你話畀我聽啦，關於你同貓咪嘅故事，一個野蠻又兇猛嘅故事啊！我願意聽。係啊，咁今日咧呢個故事就講完啦。係，其實咩為之小事，咩為之大事咧？所有微不足道嘅憂傷或者煩惱，其實都好值得我哋被諒解、被聆聽，亦都需要有一個出口㗎。所以千祈唔好睇小你生活入邊每一件嘅小事，不論係悲傷定難過，好值得同你身邊嘅人分享㗎。好啦，今日暖暖即心陪你聽故事嘅時間又到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